好，揾嚟分析匯市嘅有福匯亞洲分析師吳冠賢 Valley 嘅，Valley 你好。你好。一定要講講歐元啊，歐元對美元呢，而家就喺1.38呢個水平嗰度爭持緊啦。市場其實充斥咧好多呢啲歐債消息，一時又話德國叫你唔好咁大期望，一係咧就話最新係話德國、法國就呢一個 EFSF 規模達成協議，陣間轉頭又話穆迪咧又出手啦，降西班牙嗰個評級啦。咁啊歐元呢，其實跟住係挫上挫落，咁大家心情亦都係跟住上上落落。究竟首先一定問你對歐盟咧嚟緊開會最終係傾到一個即係終極解決歐洲債務危機方案樂唔樂觀先？如果話要出到一個完全解決成歐債危機嘅問題嘅方案嘅咧，咁我相信就唔係太過樂觀㗎啦。但係短期內就話可能德國同法國咧應該傾掂咗一個方案咧，就可以短期內避免就係歐洲國家出現一個違約嘅事件。咁而家睇翻嘅就係方案出嚟嘅結果，首先睇翻金額方面啦，會唔會真係可能有啲報道所話嘅2萬億嘅金額咧？咁如果可以出到呢啲金額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可以大大舒緩咗歐債爆煲嘅危機嘅。咁但係呢個金額即係會唔會有咁大金額？呢個我存有一定嘅懷疑啦。但係呢一個金額你覺得係我嚟包底嘅？可以用嚟包底，因為呢個金額嚟講應該足夠去解決晒歐洲4個國家啦，再加埋就係歐洲銀行體系可能面臨個危機嘅。OK 嗱，即係你又覺得嚟緊即係歐洲可能譬如第三個希臘係你有機會係違約嘅。佢應該會盡量去避免件事發生啦，所以如果出到呢個方案嘅，咁市場對希臘違約呢件事嘅預期咧就大大減少咗，咁亦都可以令到就係歐洲國家呢啲融資成本大大降低咗，咁希臘方面咧應該亦都可以順利再拖完多一陣。咁但係啲評級機構好似穆迪咁樣咧，始終都係因為你呢個歐債問題困擾住，咁下調咗西班牙嘅評級，又有啲意大利銀行俾人下調評級，法國嗰個展望咧都擺為負面嘅。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降級嘅事件，究竟但係個市場似乎係咪都覺得你唔降佢級先奇怪啦，習以為常啦，係咪咁啊？所以你聽呢啲消息其實唔影響到個歐元呢？其實短期內係因為始終市場對嗰個23號嗰個會議啦，一個比較樂觀啲嘅態度，所以變相嚟講，呢啲負面消息咧，大家嚟講可能暫時擺埋咗一邊啦。咁但係降級其實長遠嚟講，亦都會增加翻呢啲銀行體系融資嘅成本喎。長遠嚟講，可能會繼續拖累翻歐洲經濟。而且最緊張嘅就係話睇翻評級機構開始對法國都開始有啲負面嘅評價啦。如果法國一旦拖累咗俾人降評級嘅時候咧，後果可以好嚴重嘅。所以關注翻佢嘅反應，可能睇翻法國嗰方面嘅事件發展成點啦。長遠歐洲方面，你覺得係有好多隱憂喺度嘅，會唔會做到自末日博士魯賓尼咁話咧？係需要歐元對美元跌穿1算，甚至乎歐洲央行減息，先至可以真正解決到呢一個歐債危機。係咪真係要行呢一條路咧？行到呢條路都其實未必可以解決到成個歐債問題㗎啦，因為除非就係睇翻希臘嗰方面啊，或者可能歐洲國家嗰方面，究竟滅赤嘅進度可唔可以順利進行呢？咁你睇翻其實嗰啲國家而家都仲傾緊嘅就係遊行示威罷工，咁其實基本因素方面好難令到，就算我減息啦，咁可能真係歐羅啦大大跌幅咗落去，令到你嘅成本大大降低咗啦，都未必可以觸動翻你經濟真正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復甦嘅。不過歐羅如果跌穿到1算嘅機會，我相信都暫時唔會算係太大，因為歐洲嗰方面如果出事咧，亦都可能拖累翻美國，迫使美國可能推出 QE3， 咁亦都會令到美金繼續貶值落去嘅。即係你覺得 QE3 可能係最終一個手段，即係美國嚟講，相信嚟講機會都頗大㗎啦。不過當然唔係一個短期嘅事啦，可能下年嘅第一二季度有機會會出現翻呢個預期㗎。好啊。歐債問題當然影響住美元嘅走勢，而家美元大概都係喺美匯指數76。77中間嗰度徘徊啦。另外，大家即係都會關注美國本土自己嘅情況。聯儲局今晚會出褐皮書最新地區經濟報告，仲有消費物價指數。市場預期個核心通脹升幅會擴大。琴日出咗個 PPI， 即係生產物價指數，都係高過預期。大家呢其實都講咗一排㗎啦，話擔心美國會唔會有滯脹啊？今日奧巴馬繼續咧周圍推銷佢嘅就業方案啊。咁多不明朗因素，究竟會唔會反圍呢？避險需求增加反圍係對美元嚟講係即係有着數咧？如果避險需求增加嗰時，當然對美元有着數啦。咁但係而家市場嘅焦點方面咧，都唔太過着重喺美國經濟啦。因為上個月公佈嗰個美國就業數據嚟講都算為頗為理想，大大舒緩咗市場對可能美國會唔會有個雙底衰退嘅隱憂。暫時短期內都係關注翻禮拜日嘅歐盟嗰方面嘅會議成果比較多一啲嘅。好，咁即係你覺得美元而家都可能喺呢個水位嗰度徘徊住？暫時嚟講都大概喺76.77.5呢個水平徘徊住啦。咁直到可能下個禮拜有個明顯啲嘅消息嘅時候咧，再睇翻個方向啦。好啊，咁下個禮拜再揾你嚟分析啦。好啊，咁呢節唔該晒嚇。咁轉頭翻嚟咧，我哋會睇一啲大行報告。